呢一部車一直都係我哋嘅 dream car。以前喺香港嗰陣已經好中意，但係真係估唔到去到英國，竟然可以有機會圓夢。喺買呢部車之前呢，我研究咗幾個問題。第一，喺日本逼架車返嚟，究竟有咩費用？第二，呢部傳聞又慢又燉嘅車嘅好處同壞處。第三就係英國行貨同日版有咩分別？時間翻到24年嘅6月左右，咁代必公司就幫我揾咗幾部 Jimmy 啦，有改裝冇改裝，原裝都有。當時個心態純粹係 set 個價，中就中，唔中就再算。點知一擊即中，之後就係5個月嘅等待，船運清關，去到同年11月，我哋終於第一次見到佢嘅真身。買 Jimmy 之前都聽過好多人講過，買完部車先發覺部車好難揸啊，行直線又要係咁捽盤軚，上公路又慢又嘈，完全冇舒適度可言。如果你係要追求好揸舒服嘅，我諗你唔會買呢架車咯。玩得 Jimmy 嘅，大家都有個共識，你未必會將佢當為屋企唯一嘅一部代步車。若果你係一個4人家庭，因為佢本質上其實就係一部1:1嘅大玩具，2人家庭我覺得係夠用嘅，所以我覺得你買佢之前，個人個心態一定要準備好啊！最重要係呢一個玩具個可造性實在太高啦，全世界無論澳洲、日本都有好多改裝零件，甚至英國。咁我哋暫時攞車返嚟，淨係加咗啲最基本、最實用嘅配件先。遲啲未來可能揾到一個啱適合嘅風格，我哋會再去慢慢冚一架我哋理想嘅 Jimmy。咁好多人就話點解要大費周章喺日本撳架車返嚟？就係因為英國嘅行貨市場係比較奇葩嘅。20年開始啦，因為歐盟嘅排放限制，英國本地賣嘅行貨4座全部變晒為2座位破版，都 cut 晒所有高級嘅 option， 少咗 option， 少咗配備，但係要食炒價，咁我覺得唔係好值。所以相比之下呢，喺日本買齊 option 嘅 JDM 本土版，咁最重要就係個界面都仲係日文，仲有 ETC 嗶哩吧啦。雖然聽唔明，但係我覺得呢個先至係原汁原味。好多人話玩得車點解買軍波啊？點解今次揀自動波啊？係嘅，對於我哋呢個有軍必買嘅準則，今次竟然揀自動波呢，主要原因就係呢部車冇馬力、冇操控可言，咁佢唯一有嘅就係扭力，而佢個5速棍波其實個波牙嗰個波段其實好密嘅，咁啊成日要轉波，好似成龍咁樣。仲有一個原因就係喺英國咧，自動波嘅 Jimmy 二手價錢係比較企得硬，加上我呢啲 off-road 新手嚟講，日常揸起嚟又輕鬆啲 ，off-road 嚟講有少樣嘢去擔心，舒舒服服咁玩啦。最後 Jimmy 對於我哋嚟講唔係一個交通工具，唔係車我哋去 point A 去到 point B， 係一種生活嘅態度，一種樂趣。佢會帶到我哋去一啲你普通私家車去唔到嘅地方，睇到唔一樣嘅風景。咁我相信呢個原因就係點解日本、香港、英國都仲有咁多人中意 Jimmy 呢一款車。